我真係服咗呢個設計師，咁樣都能夠隔出4個房，真係有啲料到。入門首先見到嘅係成面組合櫃，錯落有致，延伸到客廳呢邊，夠晒大氣，做足儲物。裏邊主人房床頭半高，背景串聯家私，三寶齊全，功能集中又企理。門口呢邊板材圍合成客房，靠門口到頂鞋櫃，開放擺櫃晒下手辦。地台床外置櫃桶方便執嘢，床尾收納唔會少。就餐區隔離入嚟細佬房，一入門就見到書台組合，連住地台床唔嘥空間，收納都係做到位嘅。裏邊仲有一個房，家私根據空間靈活變通，睇落都係企企理理，咩功能都有。幾愛全屋定制，極致利用每處空間，用專業經驗為實現理想嘅家，令你更慳心。